会出来的？怎么出来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可不打算再回去了。等等，别！哟，几天不见，长本事了，不过还差得远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别动手，有话咱们好好说。紫堂，你是来救我们的，对吗？我当然会救你的，金。看吧，我就知道。但不是现在。啊！金，我来是想告诉你，不用担心。鬼狐大人说过了，你仍然是鬼天盟的成员之一，一定很快就会放你出来的。哼，这种鬼话，傻子才信。紫堂，你怎么还听鬼狐填充的？我们被他骗的还不够惨吗？鬼狐大人之前是有点对不起你，但是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。什么？我知道格瑞是你的朋友，但是鬼狐大人这么做也是为了鬼天盟的大家啊，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不得不牺牲个别人，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？没救了，这家伙已经完全被洗脑了。不对，紫堂，鬼狐天冲的做法绝对是错的，他骗我也就算了，但他还要对付我的朋友，这点我绝对无法原谅。就算说是为了大家，也一定还有别的办法呀。没别的办法，金。也许你能有更多的选择，但是我这样的人没有。靠着鬼天盟，我才有资格站在这里，面对你们这些天才。紫堂，既然说不通，就不用废话了，咱们手底下见真章吧。凯莉，你们逃不掉的，不要逼我。逼你什么？喊人吗？是蛇丸逃出来了，拉紧包，快通知鬼狐大人。是。不是要喊人吗？我替你喊好啦。紫堂欢，多亏你把我们救出来了，我先突围出去了哦。这些杂鱼交给你啦。什么？你？原来你是叛徒！打！快上！不是，你们听我说。我们走。可是紫堂还是差了一点吧。发生了什么事？鬼狐大人，是地牢，地牢的囚犯逃走了。什么？快上！是，他们传到边去了。地牢里还有人，快去支援！是凯莉。对不起，鬼狐大人，没能拦住他们。该死！召集所有人追捕格瑞，必须尽快把他抓回来，否则我们至今为止做的一切都要前功尽弃了。是。鬼狐大人，我们抓住了紫檀花那个叛徒，带他过来。
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没有，处死他！你们听我解释，不是。态度上安静。紫堂欢，你有什么要解释的？鬼狐大人，我不是叛徒，都是凯莉诬陷我的。哦，这么说，不是你把他们放出来的？不是我只是想去找金说话。我到的时候，他们都已经破坏笼子出来了。看来你没说谎。鬼狐大人，凭你现在的实力，如果不是不想反抗，也没这么容易被抓到吧？我相信你是被冤枉的。谢谢鬼狐大人。但这不代表你就无罪。紫堂欢，你明明是第一个发现他们逃脱的，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发出警报，反而让他们利用你逃跑了？因为监视你之前的伙伴，所谓的朋友让你犹豫了。你知不知道，这让整个鬼天盟陷入了多大的危机？我们所有人的付出和努力，都可能因为你这一时一起化为泡影。这样的罪过，你死也承担不起。鬼狐大人，紫堂欢确实有错，但现在就算处死他，也于事无补了，还请给他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吧。接下来我们会全力追捕格瑞和金他们。紫堂欢，该怎么做，你明白了吗？是，鬼狐大人，我不会再犹豫了。最好是这样，跟上来吧。鬼狐大人，是不是先派斥候队追踪格瑞的下落？不必了，我知道他会去哪儿。格瑞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们就在这里分头行动吧。啊？为什么？鬼狐天冲的目标是我，你还是离我远点的好。我现在也没有功夫照顾累赘。哼，我才不是累赘呢！别跟着我。你又来，这次我偏要跟。白痴，随你了。那咱们现在要去哪儿？去取回我的刀。